带来地母是掉节被废掉了。那要说的大事你们好你们就是跟随这个要说的大事下地进来在你们家里。今天就是那个第二教课，为什么这个是掉节被废掉了？我们就是看这个是掉节，就是今天，为了让他们人都知道了这个是不是被废掉了，我马上答复，这个已经被废掉了，就是掉节和摩西的律法。我今天就是给你们那个原因呢，为什么这个被摘坏了，有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按照那个上文讲，按照那个上帝的话。要说是来了，要结合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那有就是说，但是就是外邦人的那个上帝嘛，也是犹太人的。这个话就这个句子我们就能查到，这个在上文字。以弗所书大八节和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为了拯救的到那个地尽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60节，然后看完这个就我们先说话，回来看那个先知的话。我们马上都从那个10节开始。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呢，就在律法上的骨掉，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得到有的那个律法废掉了，这个不可以加，不可以讲。我要讲两下，接着就是早上一个新人呢，如今变了拯救了和睦，要办那个要做什么样的和睦，这个是谁呀？这个就是两种人呢，两种不同的人呢，但是要和睦，在那个接着自己那个，在一个新人呢。那为了你们那个就是这样，我们画一下吧，为了他们能看。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孩子，这个是他的那个十字架，这个是他的那个十字架，他在那个地方就他们那个犹太人呢。这个是犹太人呢，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华蓝色的，就是外邦人呢，外邦人呢就是 JGL，法语的话就简单了。那这些两不同的人呢，说实话，他们以前就打架了。那在这里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以前打架了，就有个矛盾。但是要说还不在，就他们那个打架了。等要说来的时候。他们就和平的啦，他们就少拿少他们那个打架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是掉节，但是在这里他们那个做和睦的时候就谁负责？就是亚户书啊。那按照这个话，就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吵架，如果要结合起来，他们就要把那个废掉那个是掉节，我们要记住好这个话。
在那个上文这里面啊，要结合那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在那个16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羊羔，便借这十字架，这个应该有12下归为一体。因为把他们那个裂开了，就在这里啊，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很好了，那个把那个废掉了，就他们配结合起来了，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很好。打在十字架上死了，就他们谁把他们那个裂开了？马上答复你，就是那个10节。如果要把他们那个结合起来，就那个哪个东西把他们那个裂开要废掉，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呢，也给那近处的人呢，要活说啊，就做什么东西，为了他们俩结合起来。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啊。有好几个证明呢，有好几个。为什么要把废掉那个10节？有什么原因呢？第一个，他要结合起来，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为了他的拯救，到那个地尽头那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我们读奉耶和华名，我要把苹果一烧照你，比丈夫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著名的中保，扬文作语，作文把人的王。这个就是那个第一个，我们刚刚那个看到了中保扬文作语，然后知道做外邦人的光呢，外邦人多平常光嘛，我相信你们都听明白了。那在这里就有个语，那这个就到那个地尽头那里，我们要读那个，就是他的拯救，直到地尽头那里。以赛亚书49章6节。我们还要回来在这里真的有个那个拯救的，直到那个地尽头那里，为了要把爸爸和耶和华的那个荣耀。现在他说，你主我的仆人是雅各中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的保存的归回，成为小是我，还要是你救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在这里就那个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配结合起来，为了那个。这个很清楚的嘛，问题有个命令呢，把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个离开了。这个是什么？就是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一定不可以分开。这个就带来裂开的。把那个废掉的是很对的，不然你们那个外邦人也不可要拜这个上帝，但是就叫地狱火里那里，那个10条诫把他们那个离开了。我们看一下证明呢，出埃及记34
章11节，为了亚法爸爸和犹书的那个荣耀，这个是证明了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不可以一起走，但是刚照掉那个外邦人呢。我主记记34章11节到15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呢、赫人、比利西人呢、西魏人呢、耶布西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在这个10条节里面就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却要拆坏他们的鸡蛋，打碎他们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14节，因为耶和华是机械的神的名为机械师，只把你与那地的居民立于15节，不可跟他们与那地的居民立约。危险的就是这个，在那个16节里面，只把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神就行喜，因祭祀他们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别与那地居民立约，别与那地的居民立约。要注意好，百姓随从他们的神。这个12节啊，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这个是19节已经下来了。不管是非洲人、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个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呢，关系好，那他们多见他，这个19节，那这个是证明呢，这个全世界要废掉，要把废掉啊。他们那个祈祷的话就不行了，写掉负责把你们那个回来。因为这个话就吩咐以色列人呢，那个不管是美国人呢，非洲人、中国人呢，如果你们还在这个，就你们被杀了。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7章，从第1节到第1节到第2节。亚法你神的灵，亚法你神的灵，你进入亚大卫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各家撒尔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也不行，攻击国的民都比你强大。如果你美国人在了就被杀了，中国人在了被杀了，非洲人也在了被杀了，日本人也在了被杀了，但是你们都不在了。但是他们这些被杀了，攻击国的民都比你强大，亚法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是你要把他们灭绝尽要杀掉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这个句子再出来，也不可养育他们。第3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你们看到了，他们不可以跟那个外邦人那个相处，不可以跟他们那个接近呢。有好几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外邦人那个接近了，
那很对的，时间到了，我们人应该快被杀了，你准备好。我们这个就是我的备注，在这里有。我们继续，有过这个把他们灭绝，就不要那个外邦人了。我们我们要看那个利未记啊，利未记也说了，20章就22章到22节到24节，利未记20章22节到24节，我们加上上帝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是调节大恨你，你们先看一下神怎么恨你，就是那个从那个22节开始。到24节，我们读这个分要说明，你们多先听一下。现在你跟是这个，不管是马国人呢，非洲人、法国人呢，美国人、英国人，你们都先听好这个解释。利未记22节到23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将这免得我领你们居住的那地把你们堵住，就以色列，我在你们面前所住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信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养护他们。如果说是这个亚巴爸爸的话，他在这里说定了，大恨你，因为你是恶人呢，除了一位那个以色列人呢，如果是你们那个外邦人、非洲人呢、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呢，日本人呢，跟那个上帝那个见面，就你们被灭绝了，因为大恨你。恨的时候就要把灭绝，要把杀掉。按照那个上门就要灭绝他们，要杀掉他们呢。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这个画型，像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是上章3节。在第3节一部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后，那个是调节他们外国人被赶走掉了。这个是调节就把你们那个外国人那个赶走掉了。这个是真律法，现在没有啊，如今没有啊，证明这个真上帝生气了，他也不管，那表示。赶紧快杀掉你！那要说的那个预战的原因就是我讲枪，我的旅程就救你。那你一定要听我讲，因为你听我讲，就你应该配选择的，不然。那个就掉地狱里。我们继续，尼希米记13章3节，那个他们都听见了那个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先杂人聚焦，一度那个摩西的律法或是调节，就你被看着掉了。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那个杂嘛结合起来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如果这个是调节还在一度那个是调节啊。就你们外国人，他们必须杀那个外国人呢，除了以外，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呢。按照那个上文字，如果说我们说上文字这个圣经呢，除了以外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外国人呢，法国人、英国人、哥莫洛人呢、非洲人、马国人呢、日本人呢、中国人呢、越南人呢、澳大利亚人呢、法国人呢。
都是外国人呢，不是外国人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话。他们是那个画的主，一抓十条街，就外国人被赶走掉怎么接起来，两着一度那个十条街呀，就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呢，被分开了，那要说把那个十条街废掉了，要带那个在那个十字架上，这个是十条街，放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把那个杀掉。废掉，那下面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结合起来了。如果还没把那个废掉就没办法。那要说把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那个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废掉那个十条街。为什么要把废掉那个十条街？因为那个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不可以一起走。那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一幅书。第二章第15节，我们那个读好几个语言，法语，这个是多拉就是十条街，多拉就是那个，等一下我会你们给解释。一幅书第二章第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按照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讲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这边长久了和睦，那这个十条街呀，被摘坏了，在摇刷的那个十字架上。我们先读下那个谢菲多拉犹太的谢菲多拉，就是那个书的那个律法。就是那个用他们那个文字，我们这里有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是英语的话就这样。我们不想读这个，我们就是要看那个佛书，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也大马西亚.com。也大马西亚.com， 这个就玩的就是这个。我再讲一遍。我找不到了，这个不走了。Q Bible 也大马西亚.com， .com 衣服，所说这个是希伯来的圣经呢，书，写法那个希伯来语的话就写法了以弗新嘛。也是谢菲多拉，就是或者律法的书第二章第15节，我们下载一下15节，我们来读一下以所书在这里有希伯来文字，你们就是听一下吧，好吗？这个就是希伯来语，就这个也长一点。这个就是多拉，我们继续读。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这样。巴巴格罗，还有巴比萨罗，埃特罗啊。法斯科到这里就好了。那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2章15节。多拉，我们就是要照这个多拉按照那个以弗所书，就律法被废掉了，希伯来语就是多拉。那在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面，就多拉被废掉了，就是那个多拉被废掉了。英语的话，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但是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15也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By abolishing in his flesh the hostility, which is the law of commandment. Law of commandment 就是那个律法的意思，在那个是。我们刚刚听见了那个，按照那个教训第一个不可以假，不可以剪，那个不可以拿掉那个，也不可以假，不可以那样做的，不可以假，也是不可以剪。在这里说定了就是什么？就是律法。就是是条件被废掉了，那上帝的话的意思在这里说了，多拉被废掉了，按照以弗所书2章15节，这个不是别的东西呀，这个是以弗所书2章15节，我怕你不信我。西非尔福音 chapter 2就以弗所书第2章12节15节你现在就说，哎呀，你说嘛英语，我就是那个教训你，你要听懂就行。多拉听到了，多拉就是摩西的律法，按照那个上帝的话，那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那我们画回来看一下那个表啊，刚才那个表我们画，那个如果是条件没有被废掉了。就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呢结合不起来。我们再画一遍吧，好吗？等一下，技术员还有，我们先查一下，然后重新画一下。这个是外邦人那个犹太人呢？这是犹太人呢，太棒了。这个是犹太人吗？犹太人。这个是外邦人，我们也是画蓝色的。这个是外邦人的。外邦人，他们那个打架，哪一个让他们打架就是调解。是调解让他们那个打架。这个是调解。英国的话，这个就是让他们打架。那犹太和外邦人的关系破裂。关系破裂，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个关系破裂有一个打破，
我们画那个崩一点，就断掉了，破裂了，关系破裂。因为是掉节，那犹太人和那个文化人没办法关系这个就是第一个图样，这个是第一个图样。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打架，但是第二个那个图样。会怎么样？那个要杀掉了是掉节和摩西的律法，在他的十字架上，这个是他的十字架，这个是他的十字架，要说被钉着，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是亚胡书啊，要说被钉着了。这个是要说被禁止了，我们会用那个红色的，要说把废掉了。这个不是耶稣，不是耶稣，他不懂这个，他不会这个，就要说把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拆坏了，废掉了。我画的太小了。这个是十条诫，要说把那个废掉了，我们就画红色的画那个十字架，十条诫被废掉的之后，就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个烧了烧。这个就是证明呢，这个是犹太人呢，跟那个外邦人呢，烧拉烧，跟那个这个是犹太人呢，这个是外邦人呢，JGL，在这里是犹太人呢，这个是犹太人呢。他们烧拉烧我们黄色的，因为他们重要的就是爱，他们互相爱。我们记一下 ，OK， 就是烧拉烧的意思。因为是条诫被废掉了，那个结果呢，就是这个按照那个以弗所书2章10节，如果要说不在的话，把废掉那个十条诫，就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没办法结合起来了。那希伯来书第7章第19节。第18节到第19节也说了，那个十条诫被废掉了。希伯来书第7章19节19节。律法原来一无所证，就已经那个没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先前的教理因文佛无以所以废掉了。先前的教理所以废掉了，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按照希伯来书7章18节到19节，因为这个条例送给了以色列人，就是十条诫，因为没有带来他们律法原来一无所证。那十条诫被废掉了，因为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刚刚那个读了，那这个就是给你们解释，因为有人说，因为他们大家的就有这个原因呢，有那个隔离少隔离，
在那个外国人和那个是什么创世纪。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帝的句子，谁知道了这个？应该在创世纪的26章，从那个第6节到第8节、第9节，然后我们再继续到那里，26到就创世纪。我们读一下吧。那个歌里没有让我们有的人打架了、吵架了，这个是杀人的，这个就是那个说谎的，这个是骗子。创世纪26节。我们就是从那个第6节到第8节，第一个26章，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闻到他的妻子大病，说那是我的妹子。第8节，原来他爸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了利巴家的缘故杀我，其他心里想恐怕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在那个26节，他们一起立约了，一块吃饭了。28节啊，他们说26章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亚法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即是彼此立约。29节呢，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以后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亚法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失败，养起他们便吃了喝了。吃饭吗？那个以撒被收割里了，亚比米勒没有啊。如果说你们说了，他们有那个离开了，因为这个收割里的就不对，很清楚的。那在这里那个收割里的话，没有让他们打架，那你们想错了，让他们打架，让他们那个吵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个一块吃饭了，以撒可配收割里了。亚比米勒没有啊！如果说这个是那个收割里的，让他们打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撒就为他们是把养起他们便吃了喝了。在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亚法与同在。那他们在这里彼此立约。如果说有人说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就很对的，因为有那个哥尼流，不要让外国人进去你家里，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
生命就是让他们打架，就是摩西的律法。我给你作证，十条诫被废掉了。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我继续给你们解释一下。有上帝的孩子说，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废掉那个由于那个这个话一直就没说过。如果有心的话，就那个十条诫被摘坏了，因为有这个十条诫，就那个杀掉人了。那要信的话，就要信耶和华说，如果十条诫杀你，因为没有一个人会遵守这个律法，让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那个打架。真的，这个就是在以色列那里面有废掉了。在耶和华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但是以色列那里还在。我想再画一下，按照那个，我们画一下吧。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是以色列。我们画一下圆圆的。以色列里面有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我没有拿掉这个，这个也应该还在，但是你跟随耶和华就没有这个十条诫呀，或这个十条诫。这个是耶和华，我们画另一个圆圆的。这个是耶和华，这个是耶和华，这个是耶和华在天上的天，就在天上的天。如果说有人，这个有人呢，就是外邦人呢，在这里 JTL 就是外邦人呢。如果他喜欢要配长久，就不要去以色列那里，要拆坏那个十条诫，那个不是专门给你。如果他喜欢要配长久的，就要跟随耶和华，就像天上的天那里，就往这边走。如果是犹太人也是，这个是犹太人的。如果一个犹太人要配长久，就不要遵守十条诫，不要往这边走，但是我们就是画一下红色的，不能就在这里，就到那个耶和华那里去，就到耶和华那里去，就在天上的天，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他要遵守耶和华的那个法律。那他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十条诫，就这个马上杀外邦人呢？哪个东西杀你，你还要用吗？因为十条诫杀你，那神不说了不要把那个废掉在以色列那里，因为他杀你一定要做一个长久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那个长久者。如果你不想叫那个消防员呢，就你没办法，因为他带那个水用那个大管子，他长久你那一定要叫一下。如果你要被长久的。到目前到如今呢，我们没有把废掉的那个十条诫在以色列那里，那这个还在以色列那里。有说已经有来了，但是十条诫
因为你信耶稣啊，这个不会把废掉那个以色列。如果这个那个是掉界啊，还有用啊，就耶稣没用啊。如果房子没有被烧坏了，消防员是无用的。那有用的话，不要耶稣啊！如果你没有杀掉了。遵守这个，如果这个是掉界，不会杀人呢？那个外邦人对这个是掉界被杀了，因为是掉界杀外邦人呢。这个不要取消掉，不要废掉在以色列那里要说律战的原因呢？如果是掉界还在呀，就外邦人和犹太人呢马上打架，那不行，把废掉那个是掉界，在那个以色列国家那里，但是在耶稣里面那里没有是掉界，我再讲一遍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是掉界没有废掉了，在以色列那里。如果你不喜欢死了，就先找耶稣啊，因为这个会杀你，你先找耶稣啊。你不要找耶稣啊！如果是掉界不会杀你，因为你找耶稣啊，有的东西杀你，哪一个东西是掉界，那你先找耶稣啊，也要用是掉界，也要用耶稣啊，是掉界，要用在哪个地方？就在以色列那里。你要耶稣吗？为了那个要跟那个是掉界离开了，就先找耶稣，在顶上那里有这个是掉界还在呀，就耶稣有效，你先跑到耶稣那里去。你们应该能听懂。我们看一下别的问题。按照那个神的话，我不是来废掉啊。按照那个马太福音5章17节，18到18节，这个是掉界在以色列那里，但是在耶稣没有这个，在耶稣里面没有是掉界和摩西的律法，这个是掉界和那个摩西的律法，我画一下。这个在耶稣就被废掉了。因为这个会杀人，人就死了。这个是掉界，在耶稣这里就被杀了。就这样子画的，那个对样。在耶稣这里没有是掉界和摩西的律法，但是是掉界和摩西的律法做好在以色列那里。现在他们美国人，以色列人践踏这个律法，他们跟那个美国人那个关系好啊，相处好啊，在天上没有是掉界，这个是真理。如果你们还听不明白你们还可以问我。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在告诉你们呢，就是大要因为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了，都要成全了。他要办成全了，什么不是掉界啊？但是那个按照那个，因为马太福音5章17节到18节说了嘛，那个大夫在路加福音20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的骨头没有被断掉了。他就在那个贝特莱嘛，伯利恒那里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住上的地方，他们把事打对他的衣服。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他的名也从里面出来，他的骨头没有被断掉了，他就在伯利恒那里住上了，那么那里有声音呢，他的衣服把事打对他的衣服有好几个，就是把应验了这些。他没有把应验了那个十条诫没有啊，没有啊，上帝的孩子没有那个把那个应验了，就是那个他在那个书上说的，他就把应验了那个按照那个诗篇。我上今天就要说被上了，那个诗篇说什么？他就把应验了那个。他就是把那个应验了那个这些话，大经大那个十条诫，大不管安息日，他那个安息日的话就把一个人那个医治了，按照约翰福音第5章要说，把那个十条诫讲在亚法上父也是。约翰福音9章17节，我们先看一下第8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5节到这个上帝的孩子把那个安息日见大了，让人带东西。约翰福音第5章要说对他说起来，那你的褥子早把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走了。那这个时间是安息日，安息日这个是禁止的。拿东西那个安息日要说让人违反，那在这里要说让他违反法律，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十条诫，那个大和那个大爸爸、大父亲，约翰福音5章17节。要说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呢，我也做事。那到这里，神的话说定了，安息日的话，他们两多做事，他让那个人那个带东西。那我们看到了，在这里有个证明呢，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没有把那个开课了，安息日那个不可以加，律法不可以加，不可以减，没有什么权利。把那个安息日开了，按照那个马太福音5章第5节，不可以把那个废掉啊。再有说这个被废掉了，被废掉了，为什么？因为把那个应验了，那个有没有废掉了？因为应验了，我们。你们先不念这个马太福音呢？我告诉你们，莫想我来要废我是在告诉你们呢，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但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了，都要成全了。
这个没有废掉了，还在以色列那里到如今呢。这个就是转给以色列人驻守，到今天在以色列国家那里不可以到马达加斯加、法国、英国那里，那个命令就一定要驻守，那个一定在以色列那里，你要讨论这个对你没用啊。是他说过了，那这个一年的时候当选的时候就废去了。按照要说了，他怎么把那个废去了？他怎么把那个废去了？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呢，在那里。等一下，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人为朋友是名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上节这样的说的。人为朋友是名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大自己送给他的为了拯救罪人，有的人会拯救他的朋友，但是没有人会拯救那个罪人呢。要说来的说就拯救了那个恶人，有爱的话就这个律法都废去了。罗马书13章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罗马书13章10节。因为要说有这个爱，就完全律法呢，这个被废去了，因为先读好。罗马书13章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个律法被完全的，因为都要成全呢。要说把爱应验了，在大的十字架上，为了你，那十条节被废去了呢。那个十条节被废掉了，因为呀，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他一点话也不能废去了。就是要说做得到这个，要说是爱得住，就这个那十条节被拆坏了，就出了一位那个别的那个解释，还有很多问题。等一下，有人说这个是律法是上诫的，但是在以色列那里，如果是上诫的话，这个是条诫，在那里没有说过不能废去了。在那里意思就是什么呢？不要住在这个是好像那个宪法。那个神呢就定下来那个第一个宪法，第二个宪法就要跟随要说，就是他的律法。你喜欢哪一个新宪法还是那个旧宪法？他把那个拆坏了那个原来的那个宪法。人如果做这个公投，就要取消原来的那个宪法。
第一个宪法就是10条诫我们写的律法，第二个宪法一定要把那个第一个宪法拆坏了，不然新宪法不能定下来。那个第二个宪法就是有说的，有说把那个废掉了，有原因呢，就是他被废掉了的原因呢。我给你们说定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街的意思。那个宪法被拿掉了，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哪里都有个毛病，有说来过证据，他们不管了嘛。那有神，那有上文就说了，要注意好节嘛，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那里不管外国人。我怎么办？为了得到那个永生，就有说这样子答复的，先要注意好那个节嘛，这个就是为了那个他们以色列人，看到就是那个十字架还没定下来了，他还没有杀掉了在十字架上。要十字架上，要说被杀了，你要跟着要说，有2个时代，那个是大汉，你要说还没被杀掉了在十字架上，他被钉着在十字架上，10条诫我们写的律法被废掉了，就还没定下来那个十字架，就这个是以前的。但是后来是别的。如果上帝的孩子说要遵守，要注意好这个节嘛，因为十字架上还没有啊，因为那个10条诫就是专门以色列人遵守啊。但是定下来就是那个定性约，就要把那个废掉那个旧约，因为让有的人和外邦人呢离开了，在那个宪法里面有很多命令呢，他就是那个把废掉了那个一头的那个宪法，不是写那个一条街，就是一头的，全部，他把那个再会第一个为了才可以放那个新的，按照那个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8章从第7节开始。稍等一下吧。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因为有人问我，现在发给我短信，直接问我，我也马上答复他。希伯来书第8章，从哪里开始？从那个第几节开始？从那个第8节开始。从那个第7节开始，8章7节。
那监狱若没有，下次就无主寻求好运了。我已经给你们说清了，这个有什么问题让你犯罪呀？再要说这里呀，我们想答复你在这里不犯罪呀，不再犯罪呀。这个是下一次的那个教课第4个或者第5个。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不做，所以主指监狱的去讲述日子讲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信用，不像我来着他们祖宗所说。第10节呢，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在这里没有人遵守那个世界才能知道上帝。那些人知道神就不犯罪呀，不再犯罪呀。那这个不是调解，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假。既说新越旧，以前越为旧了，等那件旧件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第8章第7节到第13节，在新约那个旧约不可以再放。我们再读一下，那监狱如没有，下次就无主寻求好运了。还有那个在哪啦？还有个证明了。还有一个句说了，希伯来书第10章，那个在哪啦？等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第8节，以上说，等一下，因为你们看电视，就你们，我很急，我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8章，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我做所以主之监狱的去讲述日子讲道，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不像我来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那原来的那个约被拿掉了，那个不可以把那个分开呀，那个都被拿掉了，都就没有了，90条街都没有了，都废去了，就都被废掉了。是这样吗？刚才希伯来书第10章第8节到第9节。就这样嘛。第9章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行各件大事主旨。你们说这个是祭祀的之人呢？
即使他智人就在那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不可以假，不可以见啊。利未记16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是从那个26节到34节，这个就是那个祭司的律法。16章从那个26节到34节，按照摩西的律法。等一下，就从开始就那个26节啊，因在这里要为你们赎罪呀，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躲尽一切的罪愆。31到32，这里你们要守为上安息日，要各那烧膏，继续大附近章节上至的，就是要转上细麻布的上衣，经赎罪之礼。他要在这上所和会沐浴当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举众的百姓赎罪。这要祝你们永远的等力，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呀。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第26呢，那放羊归于阿撒谢了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祭印。利未记16章26节到28节，丰收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祭印。这个就是那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呀。预许按照那个撒母耳记第4章第2节，不可以加耶和华的命令呢，也不可以见，很清楚。那上帝的那个命令不可以加，那这个祭司的职人呢，不可以拿掉啊。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呢，不可以加，不可以减。如果这个祭司之人被拿掉了，因为他说了，他要把拿掉那个第1个月，才可以放下来那个假约那10条节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有新约就是耶和华。你到那个耶和华里面就变成那个也是当比祭司，因为如果你不要死亡，先找要跟那个10条节离开，还有问题呀。那这个怎么样？要说来的时候就加强那个10条节，按照那个马太福音那个9章第17节到第18节，我刚才解释过你们了，那个话没有加强。10条节，说实话就把那个10条节废掉了，他就是有的那个话说他在那个诗篇和那个诗篇先知都说，我举个例子，他骨头没有被断掉了，先知说了，以赛亚说了，应该要生儿子在伯特利，按照那个米迦书那里那个先知都说了吗？他被杀了，因为我们的那个罪呀。诗篇说这个先知嘛不好意思。诗篇说了，他们把大肚我的衣服，就是那个当兵的。杜了什么用他的衣服嘛？那他就把应验了这些，在那个限制书上律法上我相信你们听明白了，按照那个耶利亚的那个解释的。
Ny tenin'Andriamanitra ao Matthieu 22:36 ny didy lehibe ao tokony détournement 6:5 hoe tiavan'Andriamanitra ary 19你应该要爱那个。 dia zany ny entonana 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复制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fa Yahoshua 要说没有让你遵守那个十条诫，但是他要给你解释一下那个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样。 namanao zay ny didy lehibe 那个最大的那个最更大的就是。 rehefa iaraka aminazy 这个就是要给以色列人还住在那个十条诫里面那个十字架还没定下来了，上帝的孩子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个血还没流出来了。如果打这个还没来了，就这个十条诫还有效。要说被停止的时候，就那个。十条诫啊没用了，那这个马太福音22章36节没用了，那个旧约没有了，新约又来了，这个新约就送给那个外邦人了，要传遍天下，这个是有说的，这个祭司之人被废掉了，摩西的律法也被废掉了。 按照那个上文字的话，这个祭司之人呢是律法的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律法的基础，那个基础的不是十条诫，而是祭祀。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7章。今天比较很长的，因为有问题，我也要给你们解释。希伯来书第7章，91节到第12节，我给你们都有那个法文上经呢。 终将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但若节制之人呢的完全，要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做买祭司的。我们的意思。 终将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如果没有这个祭司之人呢，就这个摩西的律法没有。那个记住不是十条诫，但是是祭祀。我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第7章11节。但是法文的，终将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但若节制之人能的完全。 raha ny mahatonga ny fatateran'ny olo izy raha vitan'ny fisoana levy satria ony fisoana levy misy fanalana那十条诫那里 izy amlaza fa 没办法除掉，就没有啊。 tsy misy an'izany ange 除掉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利未人祭司那里。 我们刚才读了那个利未记16章，如果没有那个，那这个十条诫没用啊。你们读死了。但是呢，就是那个利未人祭司之人呢。 当若节制之人能的完全有和祭司的之人记忆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如果要把它掉，那个祭司就反着会摔倒了。 如果祭祀被废掉了，就是条件也
没有了，因为那个祭司之人呢被废掉了，就十条街也是没有祭司的话，就那个十条街没用啊，因为按照那个法律你被照着，你有办法，因为你被在利未记那里，如果没有这个，就你被找住，永远被找住。但是送给你祭司之人呢，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成全，咱们就是每年要做那个祭司之人，因为你们是主人呢，在耶稣啊这里都不再犯罪，也不多犯罪，不需要祭司之人呢，在耶稣啊这就这样嘛，特别好，谢迪亚的耶稣啊，我们鼓掌，谢迪亚很高兴啊，你们那里。那祭司之人被废掉了，那十条街和那个律法都被废掉了。如果就是把那叫祭司按照那个上文这不可以加，不可以减。如果把那叫那个祭司之人呢，就都没有了。都废去了，都被废掉了，因为不行了。祭司之人被废掉了，那个要让那个犹太人和外人那个打架了。如果你要拿着那个就你有个毛病了，那就这样子给你解释了。我试一试给你们解释嘛。你还有个提问呢？因为他们外国人呢听到了这个节目，那个十九节被废去了，就他们积压了呢，我们必须给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说还没杀掉啊？他就早一点见他安息日啊？为什么他把那个安息日见他了？因为要说没有遵守过十条节，没有一次遵守，他就是到以色列那里，但是他没有遵守，人过了就是要遵守那个，但是他不是。Tsy nitandrina dity folo zany rehefa tonga tety ary lazana amin'ireo olombelona rehetra fa tsy nitandrina sabata sy dity folo zany io zanak'Andriamanitra io. 为什么那个犹太人杀了他？因为什么他见他过那个安息日？因为他没有走过在那个十条节里面。如果说他遵守那个十条节，他一定要遵守那个安息日。那这个是证明呢，有说没有遵守过十条节，他因为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我告诉你们多，神的儿子没有遵守过十条节，因为那个安息日的话，他让人那个带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耶利米书第十几章，耶利米书第十几章21节到。这个是要说让他带的东西就是精致的，耶利米书是几章第21节，是几章21节到22节。实际上是1节到22节。亚巴五次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等什么呢？等着进入
耶路撒冷的 mitondra entana mivoaka amin'ny 根 tanareo 门 ny amin'ny sabata dia ny Yehosoa nefa ny izy mihitsy ny nampitondra tsy ny manao ihany fa ny makasika 不要在安息日 zany tena maro 等什么 等着进入耶路撒冷的根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中加重挡着去， tsy mitandrana sabata 无 izy 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 ary tsy 以 nanaraka 安息日为圣日，这如我吩咐你们列祖。 fa ny ekena 如果让你带的东西就是危险的， ko maninona izy nefa 不可带东西，出去你家不可带东西， izay ny valiny 你都一带夜 satria 市。 misy fotonga dia efa tsy mitandrina an'io izy izay ny valiny 带让人如果看这个就带让人那个分就违法的，不是。意思就是什么呢？到底就是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啊，没有遵守过那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因为他有大的那个律法，就是那个性欲的。为什么早一点讲大那个安息日？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就没有遵守过十条诫，就这样答复你们呢。我相信你们听明白了。 那我刚才还有这个上级们那个要说，我们说约翰的时候，约翰的话就是要说的那个法律，因为法律的话这个很清楚。 这个很急很好用啊，很快就答复你。约翰一书，我们有发文那个发文圣经呢，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在哪啦？ Henona izy, nous l'avons entendu, la parole io nous l'avons vu de nos yeux, hitan'ny masonay io ka ity parole ity zany sady 论到 hen'ny sofiny 约翰一书1章，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 nous 命之 l'avons 道， regardé avec 就 attention ary de 在这里就说那个道， Nakelika ma technicien fa ahoana tsy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zay 亲眼看过、经手摸过的，就他们听到了、看见了， miteny zay manome fiaina 亲眼看过、经手摸过了， ity teny fiaina ity zany nozarainy aminareo 就 zay 是 tena 要分 Andriamanitra 享 hoe 一下。 inona izy zao ity teny ity la parole mariko io fa io la parole io dia metsika namena anareo ny valiny 把那个定一 fa 下， tsy zako io parole io 这 fa 样 eo 行吗？ afaka tsy 那我们继续， Bon 行吗 nouvelle selon Jean, 那继续吧。 chapitre 1. Voilà la parole.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Au commencement, la parole 就是我们 existait 所听见、 déjà. 所看见 La 的。 parole. La parole était avec Dieu. 生命的之道就 Le temps volant dia niteny 分开给你们了。 Evangeliste. Voilà la parole. 这个知道是什么？这个就是要说。我们看一下， Au commencement, 按照那个 la 约翰 parole 福 était 音 avec 第 Dieu. 1章 Atao 第1 节， voalohany, 那 io 个 parole na io teny io dia tao amin'Andriamanitra. 这个就是道，带主要道， Andininy 14 道 jery 与 jerevantsika. 神同在，道 Et la parole était Dieu. 道与神同在， La parole est devenue un homme Na. et il a été parmi nous. 道就是神 Ary 呢。 io parole io, na io teny io dia tonga tamin'ny olona ary lasa 这 olona. 道带主与神同在， Ny olona niaraka tamintsika izy. Nous avons vu sa 带 gloire, 主 hitanay ny 有 voninahiny. 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 Cette gloire, il l'a 真 reçoit 带 du 主 Père. 与 Aza 神 ny voninahiny 同 zany 在 dia ndesiny tamin'ny 几 Dadany. 十世纪 Zay. 呢。约翰福音第1章第 La parole 14节， resantsika eto zany a. Dia Yahosoa. 道长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Jean, chapitre 1. Efa azonao 道长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teny Yahosoa 中 ty resana amin'ny 中 parole. 满满的 Un 有恩 chapitre 典，有 1, 真 chapitre 1, 理。 verset 1. Nous vous annonçons la parole qui donne la vie.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复读上次的荣光。我们说的那个道啊，就是要说啊，就是那个道成了肉身呢。那你应该知道了。我们说到的话，就是要说约翰一书1章1节，论到从起初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也是跟那个约翰1章1书一样啊，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这样。你们刚才看样的下边那个是什么女人？那个是我的媳妇，我的老婆，就是夏家的老婆嘛。就是我们所今天所看见的。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他们听见了，他们看见了，这个就是有说，亲手摸过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他们拿着，用手拿着这个，但是石雕记，他们不可以手摸那个石雕记。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在那里有那个，我给了你们那个新命令呢，要刷的那个。在那个启示录书那里，说了，这个是约翰的那个话，先让他自己答复吧。有，我写给你们。在那里有那个不是一条新命令。那个在哪了？我看一下吧。我们要说这个嘛。约翰一书2章第几节是吗？是啊，就是这个。约翰一书2章第7节，约翰一书2章第7节，在这里就是来说那个要说的那个约翰一书2章第7节，亲爱弟兄。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呢，我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就是要说的道。这个道是从哪里？就是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就跟那个约翰一书1章1节那里一样，这个就是要说的道，不是条件。论到从接触羊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听见的什么样的东西就是那个道，我们听见什么就是道，听见了那个道啊。
放下手，定下，行吗？翻过来的时候就不行了。论到从记住养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听的时候就是那个道。我们听见了，我们听见了，知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经眼看过、经手摸过的，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经手摸过的。就开始那个肉就变成大变成人了，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第2章第7节，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记住所受的旧命令。他们已经看见了，这就是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你们已经收到了从记着这个道啊，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论到从记住养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就是那个，你知道了那个法语的话，这个就不是那个19节，但是有说的那个道，就是有说的那个命令。那个说命令的时候，就是有说的那个命令嘛。你们先读一下有那个法文圣经呢，在这里说了，就是那个不是一条新命令呢，乃是你们从记住所受的旧命令呢。这个道就是有说啊，道或者带给我们。我的大也是人呢，这个就是人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种种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大夫就这样子吗？你们那里刚才问我。因为有人说，神的灵按照约翰福音呢，这个就是有说的道啊。约翰福音那个2章第18节到第49节啊，哥林多前书14章37节，如果还有的地方还看得不明白，在网站上有那个 WhatsApp responsible， 你先发给我短信呢，我会答复你。有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时间到了，叫过来人类找有说。欢迎你来到有说，我们一块儿祈祷。非常感谢你亚法爸爸为了你的话，非常感谢你为了你的教训呢，为了你的生命话，荣耀归于你亚法爸爸，我求你拯救人呢，为了他们菩萨，为了恶灵和撒旦那里教他们那个做的东西，就他们死了，他们把那个鱼换掉了。谢谢你把我拆来的，就是你的弟弟有说带过来那个美好的东西，永扬荣耀归于你，请祝福那个这些教训和话，为了那个。他们那个在外国那里，先把他们那个拯救一下，让他们赶快进来，在这个生活你很快呀，工作非常感谢亚巴爸爸奉有说明，我知道了，哈利路亚，阿门。
我祝福你们，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的教训呢，再见。